隆乳是美容手术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术，甚至在美国的官方数据是排行前5名的整形手术。那每年接受隆乳以及乳癌切除后的乳房重建的病人呢，将近有50-60万人。在台湾这个数据也不断在增加。那这些病人就会关心到说，那我今天做的隆乳，或是因为乳癌切除之后做的重建，会不会导致另外一个癌症？那根据几十年来的实证医学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乳癌跟隆乳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，这一点是可以请大家放心的。大家开始注意到的所谓的 BIA-LCL 的这个问题后，因为它是1997年以后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才把这个疾病规划出来，所以大家全球各个国家就开始去注意到，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巨大细胞淋巴癌。好 ，BIA-LCL， 他发现跟种族有关，第二跟植入物有关，第三个跟这个植入的时间相关，好，还有跟这个植入物里面有没有细菌感染相关。那基本上以目前来讲，发生的案例呢，全球加起来也不过大概500-600人，对我们东方人而言更为罕见。在官方的数据上，整个亚洲国家所报告的个案，5根手指头数得出来，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罕见。那以目前在台湾的这个植入物呢，这些义乳来讲，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一种叫做光滑面的，一种叫做所谓的雾面的。好，那这些雾面的处理，基本上它有不同的处理方式，有硬压方式，有气炸方式，有研制的方式，那或者是覆盖方式。根据所有已经发生的案例当中去统计，发现如果你放的是一个粗糙面，特别是研制粗糙面，意思就是说这个绒毛面上面的颗粒非常大，那这种状况下得这个淋巴癌的几率是最高的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某一家品牌它是属于研制性的这个品牌呢，就已经下架了。那这下架的国家呢，包括了欧洲啦，包括美国啦，包括台湾了。所以目前上市面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研制性的产品。政府已经立法，所有的植入物，包括我们的眼睛的植入物、心脏的植入物，包括关节的植入物，有一个植入物的医疗法来管制它，这叫做所有植入物的管理办法。当然呢，我们的隆乳的植入物也必须纳入。所以我们整形外科医学会呢，现在跟这个食药署有合作，要把国内所有的这个隆乳的病患呢做一个登录。那这登录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，它使用的产品必须是卫福部核可的产品，任何的这些植入物都必须经过 FDA 通过才能够使用。那这个常常是在接受某种特定的隆乳过后，它经过10年左右才慢慢引发出来的疾病。它的特征就是会产生水肿或血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个病患他接受过隆乳手术，经过10年之后，他的胸部突然无缘无故的肿大、积水了、变形了，那这时候就要很警觉的找医生做一个基本的检查，来确定一下是不是有得到这个罕见的疾病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不需要恐慌，只需要定期追踪，不需要把里面已经隆乳的东西拿出来。这是以目前来讲，我们的建议是这个样子。